好，歡迎大家嚟到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今日係2026年嚟到呢個6月25號庚午日啦吓，咁今日真係非常之差，3隻5火啊，咁就睇到呢一個委內瑞拉大地震，咁傷亡都慘重，咁希望大家繼續多啲念 Om Avirahoom Kachala 啦吓，咁呢個係護國息災啊吓，咁希望大家都加油努力，保平安，保平安。咁如果識嗰邊嘅，即係有啲親朋戚友喺嗰邊嘅，都希望你將呢個真言教佢哋念啦，鼓勵佢哋都一齊去用真言嘅力量去幫助大家度過一啲人生嘅災難同埋一啲困難啦。咁好啦，咁就今日都同大家分享呢一個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呢一個廣東話版嘅吓，咁你哋翻嚟呢一個天空台啦吓，咁咧因為教完呢一個大錘球陀羅尼廣東話啦，你哋又學成點啊？有冇進步啊？有冇又冇心機學啊？聽完就算啦，水過鴨背啊吓，咁冇辦法啦吓。福薄嘅人就唔收噶啦，福厚嘅人就會自己自動自覺快啲去修行。咁之前就教咗呢一個寶篋印陀羅尼廣東話啦吓，咁但係後邊呢，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真言就係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啦。因為大家如果喺修行嘅過程裏邊都知道啦，做功課如果一日時間裏邊唔能夠一次過念晒2個幾鐘頭嘅，花唔到咁多時間嘅，要翻工啊成嘅，咁我哋可以每日咧將念真言嘅時間咧係分開3個時段啦吓。譬如你朝頭早趕翻工嘅，咁翻工途中啦，或者早啲起身咧，就念咗前面嗰啲護身真言先吓，嗰度都成20個嘅吓，有長有短。咁好啦，如果你有啲朋友可以翻工途中嘅，好安靜冇人騷擾你念嘅，咁最好啦。好似以前有個網友搭船翻工嘅，日日嗰程船都半個鐘嘅，佢就利用嗰程船嘅時間咧就念咗大錘球陀羅尼，咁熟咗咧10分鐘一次，咁啱啱咧半個鐘就念晒3次，咁幾好。咁好啦，咁念完，譬如你係有時間做前面嘅功課，一路念到呢一個超度真言啦，跟住再念埋大錘球啦，咁跟住咧後邊咧係仲要念埋呢一個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咧，咁先至可以停嘅。咁跟住後邊嗰啲功課可以唔夠時間做嘅，就日頭教學時間啦，或者夜晚翻屋企補翻啦吓。咁但係前邊呢一 part 咧，如果你係由前面護身到好啦，中間開始有時間或者 lunch time， 即係念超度真言加大錘球咁嘅話咧，就唔係淨係念到大錘球就完嘅。咁呢個完整嘅超度咧，就係呢一個嘅超度真言啦，21次啦，跟住大錘球1次啦吓，咁其餘嗰2次揾其他時間再念啦吓，另外嗰2次可以其他時間念。咁咧就係一次大錘球，即係應該係21次超度真言，跟住1次大錘球，跟住再要念埋呢一個21次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先係一個完整嘅超度嘅過程，咁先至呢一 part 嘅功課咧，先至可以停，明唔明啊？因為咧你唔好諗住藥師灌頂真言係for你自己啊，念真言嘅時候咧就驚靈擾啊，唔舒服啊，咁呢個真言咧其實就唔係for你嘅，係for你哋念真言嘅過程咧，係嗰啲嘅鬼魂啊，即係你哋嘅祖先或者冤親債主，你唔知道佢哋累世落嚟啊，過身嘅時候係點樣，個靈魂狀態係點，咁有啲係可能喺戰亂裏邊慘死嘅，可能都係甩皮甩骨嘅。咁念超度真言加埋大錘球，跟住藥師灌頂真言呢，係幫佢哋修復佢哋嗰個身體靈魂嗰個狀態嘅，就唔係修復你身體嘅狀態。咁好多人呢就搞錯咗，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記住啦，念呢個藥師灌頂真言係好緊要嘅，一定要做功課做埋呢一 part 先至可以停。所以如果你係花唔到時間一次過念晒成個超度法門，念埋前面護身，跟住中間超度到後邊護身真言全部念晒，你唔能夠一次過念晒10個步驟呢，咁就記住一定要分開三段嘅話呢，中間超度嗰一 part 係最重要嘅，就係超度真言21次，大錘球1次，同埋呢個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21次。
咁啊記住啦嚇。咁我其實以前都教過大家啦，呢個版本係有一個嘅梵文英文版本嘅，亦都係有唱誦版好好聽嘅。但係因為網上嗰個唱誦版佢係男聲啦，同埋佢係好慢好慢好慢，所以我就冇喺度分享過。咁我都係通常就自己唱翻清唱翻，因為我覺得比較適合嗰個速度嘅版本啦嚇。咁陣間我哋有時間後邊又唱一兩次啦嚇。咁好啦，大家都唔陌生噶啦。但係我平時咧喺呢一個嘅真言嗰個裏面咧，即係嗰個叫做咩咧？播單啊，真言播單啊，佛曲神咒個播單裏邊咧，就呢一個真言就係、通常都係放咗呢一個漢傳嗰個版本啊，即係漢傳國語嗰個版本。咁你發覺咧，你一定要跟佢哋唱咧，先唱到嘅，通常都好難記得到。咁但係我咧就不嬲唱開講呢一個梵文英文版本嘅。咁但係諗翻咁耐以嚟，好似都係冇譯翻廣東話教大家，所以咧而家今年咧一定要一次過咧執翻齊晒成個真言法門超度法門咧階段1、2咧就執翻清楚咧，就同大家全部要一次咧譯翻晒廣東話咧分享啦嚇。咁遲啲一次過再同大家重溫一次啦嚇，或者新朋友由頭學一次啊，聽一次啦嚇。咁好啦，我哋一齊嚟啦嚇。咁就頭先前面講咗咁多，希望你明我講乜啦。唔明嗰啲就記得睇翻每一條片下邊都有一個真言法門一個 PDF 嘅試讀版嘅嚇，應該係前面嗰90零頁嘅。咁已經都好多資料咧可以睇，同埋可以了解清楚我哋修行嗰個佛經真言法門裏邊咧究竟係乜東東啊。第時有機會先再同大家去齊齊睇佛經啦嚇，除咗齊齊睇日曆之外，好唔好啊？咁好啦，講咗差唔多7分鐘，我哋一齊嚟啦吓。梵英版本嘅呢個廣東話譯音，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第一行，咁就念翻英文先啦吓，有啲朋友去睇英文念得到嘅。咁呢一個我當時去 copy and paste 嘅時候咧，係有呢一個嘅，即係嗰啲英文咧，梵文英文咧，佢係上面有啲奇怪嘅符號咧，有啲邊啲重音，邊啲音要注意啊。咁我係應該係原汁原味咁樣 copy 咗落嚟，所以咧就大家見到呢啲係有啲上上下下會有啲打橫，有啲一點，有啲斜動咁樣嘅。咁啊留意翻嗰啲嘅重音或者啲特別嘅音啦。好啦，第一行英文 Namo Bhagavate Vaisajya-Guru Vaidya Prabhaya Rajaya 得唔得？咁廣東話咁，因為我通常唱嘅時候，佢有啲音我就加長咗啦嚇，所以你見我譯嘅時候咧，都可能跟翻個唱誦版嘅，咁但係都好準噶啦。咁廣東話第一行係乜咧？第一行聽多次啦嚇，不如聽多次，英文講得唔好。Namo Bhagavate Bhagavate 嚇 Vaisajya-Guru 嚇 Guru Vaidya 嚇 Vaidya 嗰個D-U-R 音嗰度啦，係咁嘅 Vaidya 跟住 Prabha 佢就 Prabha， 我哋平時 P-R-A Prabha 咁啊 Prabha 跟住 Rajaya， 咁所以 Namo Bhagavate Vaisajya-Guru Vaidya Prabha Rajaya。 廣東話 Namo Bhagavate 照譯啦， Bhagavate 照唱啦，跟住 Vaisajya-Guru 跟住照讀啦，我都係照啦，Vaidya 跟住 Prabha 跟住 Rajaya OK 嚟多次 Namo Bhagavate Vaisajya-Guru Vaidya Prabha Rajaya。 第二行英文 Tathāgataya Ar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ha Om 跟住下邊係個 Om 字。咁呢啲字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Tathāgataya 5個音，跟住 Arhate 唱嘅時候咧，佢個 R 音係重音啲 Arhate， 因為嗰個音係慢啲嘅唱嘅話。Arhate 跟住 Sammasambuddhaya 咁咪 Sammasambuddhaya啦嚇，Buddhaya 跟住後邊就 Dadiyatha
好啦，嚟多次廣東話。Tathagata Arahate Sammasambuddhaya， 跟住 Dadiyata Om， 再嚟 Tathagata Ara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a Om。 好啦，第三行嘅 Dadiyata Om 落咗去之後呢，就係英文 Om Beisaja Beisaja Beisaja， 第三個字唔同嘅。Beisaja Beisaja Beisaja， 跟住後邊嗰個 Sammuttokate Swaha Sammuttokate Swaha， 佢哋嗰個咧唱嘅時候咧個 MUD 嘅 D 音咧佢比較突出啲嘅嚇。Sammuttokate Swaha， 所以我咧就譯咗個托字啦嚇。咁你記住留心翻啊嚇。Sammuttokate Swaha，我哋平時有念啦 ，sam MUK 啊，MUK 啦，MUKHE 啊，MUK 呢度 Sammuttokate 啊，MUD 個 D 音嗰度係突出翻啲嘅，記住咯噃。因為我而家譯呢個你哋係即係跟翻個唱誦版又容易啲啦嚇。咁梵文英文版又係啲音咪出啲啦嚇，所以係同你哋之前教你哋大除球嗰啲可能有少少分別，咁啊大家留心翻啦。好，第三行嚟多次 Om Beis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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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uttokate Swaha。 好啦，廣東話要照一樣啦。 Om Beis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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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uttokate Swaha Sammuttokate Swaha。 咁我揀咗木頭個木啦， Sammuttokate Swaha， 木托嘢個托 Muttokate Swaha， 得唔得？好啦，我哋成段嚟啦嚇，成段嚟三行嘅啫嚇，都係廣東話譯音啦嚇，梵英版本嘅廣東話譯音。Namo Bhagavate Beisaja Kulu Vaidutiya Prabhaha Vajaya Tathagata Ar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a Om Beis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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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uttokate Swaha。 再嚟 Namo Bhagavate Beisaja Kulu Vaidutiya Prabhaha Vajaya Tathagata Ar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a Om Beis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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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uttokate Swaha， 得唔得？好啦，嚟多次，我哋可以唱下咁啊，就教完呢一個嘅梵文英文版本嘅廣東話啦嚇。咁你識唱跟住唱啦，其實幾好啊！唱下你識背啊嘛，因為有音咧，俾音符加咗落去咧，咁你識背咧就識背嘅真言咧，你念起上嚟又快好多啦，唔使下下望住啦嚇。好，嚟多次 Namo Bhagavate Beisaja Kulu Vaidutiya Prabhaha Vajaya Tathagata Ar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a Om Beis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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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uttokate Swaha， 得唔得？好啦，唱就係咁樣啦嚇，唱就係咁樣啦。Namo Bhagavate Beisaja Kulu Vaidutiya Prabhaha Vajaya Tathagata Ar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a Om Beis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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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uttokate Swaha。 冇乜氣，好細聲，嚟多次。Namo Bhagavate Beisaja Kulu Vaidutiya Prabhaha Vajaya Tathagata Arhate Sammasambuddhaya Dadiyata Om Beisaja Beisaja Beisaja
Sammotukate Swaha， 得唔得？好啦，咁今日分享呢一個藥師琉璃光如來灌頂真言嘅廣東話版本又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 cap 咗呢幅圖佢或者自己 print 出嚟啦吓。咁嗰啲我話真言廣東話版本嘅，我遲啲做翻個印翻啲小冊子出嚟俾大家啦。我要時間啊吓，因為而家要呢度教晒先至去整理啲版本咧，再拎去出邊印，睇下點樣先。所以冇咁快，大家自己耐心等待。暫時你哋自己編出嚟，或者去快圖尾編住嚟念住先啦吓。100蚊張係好貴，冇辦法。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我哋最後一齊3次 Om Avirahum Kachala 1、2、3 Om Avirahum Kachala Om Avirahum Kachala Om Avirahum Kachala。 香港人加油， Donald Trump 總統加油，地球上所有正義善良嘅人，我哋一齊都加油。下集見，拜拜。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
萨神，三摩揭提娑。南无佛切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切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切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切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切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切法帝毗沙僧，俱卢毗琉璃波那波，盘那舍耶当他揭多耶，波那哈提三藐三菩提耶，但是他安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提娑。
切法的毗沙舍，居鲁比琉璃波拉波，恒来舍耶当他揭多耶，波拉哈迪三藐三婆多耶，但知道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所。毗沙舍，居鲁比琉璃波拉波，恒来舍耶当他揭多耶，波来哈迪三藐三婆多耶，但知他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所。切法的毗沙舍，居鲁比琉璃波拉波，恒来舍耶当他揭多耶，波来哈迪三藐三婆多耶，但知他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所。切法的毗沙舍，居鲁比琉璃波拉波，恒来舍耶当他揭多耶，波来哈迪三藐三婆多耶，但知他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所。毗沙舍，居鲁比琉璃波拉波，恒来舍耶当他揭多耶，波来哈迪三藐三婆多耶，但知他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所。切法的毗沙舍，居鲁比琉璃波拉波，恒来舍耶当他揭多耶，波来哈迪三藐三婆多耶，但知他毗沙士，毗沙士，毗沙舍，三摩揭谛所。